你拄啊，迄步够厉害呢。是来这边，咱这边有我落去来遮。无啦，咱是做建筑的人。对啦，因为目光嘛，嘿啦，小目，刚刚一个刚才画迄落，那些起厝的时阵啊，是小目来啦，嘿啦，哦，所以我是感觉做建。可以有道理啊！来，咱这届就要看老师对啊，唔对啊？老师，这届你有把握？有啊，做小目就是你做家具的人，做刀啊啦，做椅啊啦，做迄个是做小目。做目就是你做家具的人，做目的人。沙头嘛。对，做目的人，做目吼，其实有两种啦，一种做大目的，一种做小目的啦。啊，大目是咧创啥？是起厝的，因为以前吼起厝拢用木材咧起。啊，若做大目的人啊，大目的人就是咧起厝的。啊，做小目的吼，目像做小目的就是咧做家具的啦，做拄啊啦、椅啊啦、刀啊啦，吼，这种会叫做小目。啊，大目起厝，所以讲做建筑的人，迄个若是大目就无毋对啊。